做身体保健。这好像我中国人说，你们知道？你中国人说，哎呀，这可就这比较好，这个他带个好，这把这我这是对了。实惠呢不行。谁说你说清楚吧？哎呀，好像不要你了，哎呀，老板，一样的，对吧？对。咱从底下进，都同一家。我是个这个老头子，俺这个老头子很高的。哎，老张哎，弄俺这，我比你等到大，比我是得多到叫我老天天俺就老大。也不一定要身体中的。
这月地月过月叫么过啊呀，这多人扎里坡扎里，了了给木结了定了地了，木结大队长，得大鸟中。